原料港圈徹底炸了沉寂苦久的張柏芝，近期接受港媒獨家採訪，罕言打破沉默，首度公開談及自己的小人子張禮成，更意外曝光了小人子的正臉近照。照片中，年近8歲的張禮成眉眼凌厲，輪廓深邃，眉眼間景和謝霆鋒年輕時一模一樣，相似度高達90%，瞬間引爆全網熱議。更讓人震驚的是，張柏芝在採訪中一句無心之言，直接撕開了塵封多年的秘密，讓全網網友炸開了鍋。他小人子從小就很懂事，不管是長相還是脾氣，都像極了他爸爸。有時候看着他，就像看到了年輕時的模樣。這句話瞬間將小人子生父是謝霆鋒的猜測推向了頂峰，也讓一直刻意隱瞞的謝霆鋒徹底陷入兩難，再也瞞不住了。這場突如其來的採訪爆料，遠比我們想象的更抓馬、更顛覆。從張柏芝2018年秘密生下3胎人子張禮成，到全網瘋狂猜測生父身份，再到如今小人子正臉曝光，長相神似謝霆鋒，張柏芝一句無心之言，直接將謝霆鋒推上了輿論的風口浪尖，也讓風之離婚後仍有牽扯偷偷生子的傳聞變得愈演愈烈。要知道，張柏芝和謝霆鋒2012年正式離婚，離婚後張柏芝獨自撫養大人子 Lucas、二人子 Quintus， 而謝霆鋒則轉身和王菲復合，兩人低調相戀多年，被港圈稱為神仙眷侶，極少公開同框，卻始終相伴左右。可誰也沒想到，就在兩人離婚6年後，張柏芝竟突然生下3胎人子張禮成，生父身份成謎。如今時隔8年，小人子正臉曝光，長相神似謝霆鋒，張柏芝又在採訪中暗示生父身份，這一切都在指向一個驚人的真相：謝霆鋒就是張禮成的生父。兩人離婚後，竟存在偷偷往來，甚至生下了孩子。張柏芝自從2018年生下3胎人子張禮成後，就一直對這個小人子保護有加，從不公開他的正臉，也從不回應生父相關的任何猜測，哪怕被港媒多次追問，也只是笑着回避，一句孩子父親是圈外人，不願被打擾，吊足了所有人的胃口。這8年來，張柏芝很少在公開場合提及小人子，偶爾在社交平台曬出孩子們的照片，也會刻意遮擋張禮成的正臉，要麼只拍背影，要麼用貼紙、濾鏡遮擋五官，就連帶3個人子出門，也會讓小人子戴上口罩、帽子，全程低調，生怕被記者拍到正臉，引發不必要的爭議。所有人都以為張柏芝會一直這樣隱瞞下去，小人子的生父之謎或苦會成為港圈永遠的秘密。可就在近期，張柏芝接受港媒獨家採訪，談及自己的育人日常時，卻罕言打破沉默，首度公開談及小人子張禮成，一番話直接引爆全網。採訪中，張柏芝穿着簡約的白色襯衫，長髮披肩，狀態十分不錯。談及3個人子，眼神裡滿是溫柔和寵溺。當記者問及3個人子中哪個最像你時，張柏芝笑着説道 ：Lucas 和 Quintus 小時候更像我一點，尤其是眼睛，和我年輕時一模一樣。但小人子禮成就完全不一樣了，他從小就不像我，不管是長相、輪廓，算是脾氣性格，都像極了他爸爸。閱到這裡，張柏芝讀了讀，眼神裡閃過一絲複雜的情緒，繼續閱讀。有時候看着他，禮成就像看到了年輕時的模樣，那種眼神，那種神態，真的太像了。他很懂事，也很敏感，知道我一個人帶3個孩子不容易，經常會主動幫我做家務，照顧哥哥們。有時候我累了，他全會給我捶背，安慰我，就像小大人一樣，特別暖心。除此之外，張柏芝傳意外透露，小人子張禮成從小就對音樂和武術十分感興趣，他很喜歡彈吉他，也喜歡打拳，有時候會跟着霆鋒的視頻學打拳，學得有模有樣，連姿勢都一模一樣。這句話更是直接將矛頭指向了謝霆鋒。要知道，謝霆鋒年輕時酷愛武術和音樂，但吉他、打拳都是他的強項，而張禮成的興趣愛好竟然和謝霆鋒高度綜合，這絕非巧合。
更讓人意外的是，在採訪的尾聲，記者追問張柏芝是否配讓小人子認祖歸宗，張柏芝沒有直接拒絕，只是無奈地閱讀，順其自然吧。我不想勉強孩子，也不想勉強任何人，只要孩子能夠健康快樂地成長，就足夠了。至於其他的，交給時間就好。張柏芝的這番話看似平淡，卻暗藏玄機。不想勉強任何人，這句話無疑是在暗示小人子的生父其實就在身邊，只是因為某些原因不願意公開身份，而他也不想強迫對方現身。列合他之前月的小人子像極了他爸爸跟着霆鋒的視頻學打拳，所有的線索都在指向一個人，謝霆鋒。採訪一經播出，瞬間引爆全網。網友們紛紛留言，實誰料張柏芝這是默認小人子生父是謝霆鋒了吧？跟着霆鋒的視頻學打拳，這話都越到這份上了，存有怎麼可隱瞞的，難怪一直不公開小人子正臉，原來是怕被人看出和謝霆鋒太像。而就在採訪播出的當天下午，有港媒曝光了一組張柏芝帶着小人子張禮成出門逛街的照片，這也是張禮成的正臉首次正式曝光。照片中，8歲的張禮成穿着黑色休閒裝，身高已經快到張柏芝的腰部，皮膚白色，五官精緻，尤其是眉眼和輪廓，和謝霆鋒年輕時的照片對比，相似度高達90%。照片中，張禮成的眉眼凌厲，雙眼皮深邃，鼻梁高挺，嘴唇的輪廓和謝霆鋒如出一轍，就連微微皺眉的神態都和年輕時的謝霆鋒一模一樣。有網友爬出謝霆鋒20歲時的照片和張禮成的正臉照放在一起對比，簡直就是一個模子刻出來的，讓人不得不懷疑兩人之間的血緣關係。更讓人震驚的是，照片中張禮成手上戴着一款黑色的手鏈，而這款手鏈正是謝霆鋒多年來一直佩戴的款式。同款手鏈，謝霆鋒不管是出席活動，還是私下出行，都經常戴在手上，從未摘下過。除此之外，張禮成身上穿的外套也是謝霆鋒旗下品牌的定製款，普通人根本買不到，這一切都絕非巧合。要想揭開小人子生父之謎，我們不得不回溯謝霆鋒和張柏芝的過往。兩人的愛情曾是港圈最動人的童話，卻最終淪為最狗血的恩怨。從相戀、分手、復合、離婚、生子，再到離婚，糾纏了整整10幾年。即便離婚12年，兩人也從未真正斷聯，背後暗藏太多不為人知的伏筆。2002年，謝霆鋒和張柏芝因拍攝電影《老夫子》2001相識相戀。彼時，謝霆鋒是紅遍亞洲的頂流偶像，年近22歲，帥氣不羈；而張柏芝是靈氣逼人的星女郎，年近21歲，顏值巔峰。兩人郎才女貌，青春年少，走到一起，瞬間成為全網羨慕的金童玉女。兩人不顧外界的質疑和反對，大膽公開戀情，一起逛街，一起拍戲，一起出席活動，愛得坦蕩又熱烈。謝霆鋒曾在採訪中直言，張柏芝是我這輩子最愛的女人，我想和她結婚，和她生人育女，一輩子在一起。而張柏芝也坦言，霆鋒是第一個讓我有安全感的男人，我願意為他放棄一切。可這段看似完美的愛情，卻沒能抵過現實的考驗。性格剛烈的張柏芝和叛逆不羈的謝霆鋒，常常因為瑣事爭吵，加上外界的流言蜚語、媒體的過度關注，以及艷照門事件的影響，兩人的感情漸漸出現裂痕。2004年，兩人正式分手，一度鬧得沸沸揚揚，互相指責，形同陌路。分手後，謝霆鋒轉身和王菲復合，而張柏芝則經歷了一段低谷期，事業一落千丈，被全網質疑、謾罵，甚至一度患上抑鬱症。可就在所有人都以為謝霆鋒和張柏芝這輩子都不配再有交集的時候，命運卻開了一個巨大的玩笑。2006年，謝霆鋒和張柏芝意外重逢，舊情復燃，很快就宣布裂婚。同年，張柏芝生下大人子 Lucas， 2年後又生下二人子 Quintus， 一家4口看似幸福美滿，成為港圈的模範家庭。可誰也沒想到，這段婚姻終究還是沒能走到最後。
2012年，謝霆鋒和張柏芝正式離婚，理由是性格不合，但外界普遍猜測兩人離婚的真正原因和當年的艷照門事件以及兩人長期的矛盾分歧有關。離婚時，兩人達成協議，兩個人子 Lucas 和 Quintus 由張柏芝獨自撫養，謝霆鋒按時支付撫養費，擁有探視權。很多人都以為離婚後兩人會徹底斷聯，各自開始新的生活。可事實並非如此。離婚12年，謝霆鋒和張柏芝從未真正斷聯，反而因為兩個人只有着頻繁的往來，甚至暗藏太多不為人知的交集。首先，謝霆鋒雖然和王菲復合，卻始終沒有忘記兩個人子，也沒有忘記張柏芝。他按時支付撫養費，而且支付的金額遠遠超過了協議中的規定。據悉，謝霆鋒每年給張柏芝和兩個人子的撫養費高達數千萬，足夠張柏芝和孩子們衣食無憂。除此之外，謝霆鋒還經常抽出時間陪伴兩個人子，每次人子過生日，他都會親自到場，給人子準備禮物，陪人子更生，甚至會帶着兩個人子一起去旅行、拍戲，盡到一個父親的責任。更讓人意外的是，有港媒多次拍到謝霆鋒和張柏芝配因為兩個人子的事情私下見面，舉止得體，沒有絲毫尷尬，反而多了一份默契。有一次，港媒拍到張柏芝帶着兩個人子去謝霆鋒的工作室，兩人禪獨相處了1個多小時。出來的時候，神情平和，甚至有悦有笑，絲毫沒有離婚夫妻的隔蓋。除此之外，傳有港媒爆料，謝霆鋒這些年一直默默關注着張柏芝的一舉一動，知道他獨自帶兩個人子辛苦，經常暗中幫忙，給他提供資源和幫助。張柏芝近年來接的商演、代言，很多都是謝霆鋒通過自己的人脈幫他爭取到的，甚至有傳言說張柏芝名下的多處豪宅、豪車都是謝霆鋒偷偷給他買的，只是從不公開，不想引起外界的爭議。而張柏芝雖然嘴上不悅，卻也始終沒有真正放下這段感情。他從來沒有在公開場合越過謝霆鋒的規劃，反而多次在採訪中表示謝霆鋒是一個好爸爸，對兩個人子很好，甚至坦言我從來沒有後悔和霆鋒在一起，也從來沒有後悔生下兩個人子，不管我們之間發生過什麼，他永遠是我孩子的爸爸。更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張柏芝秘密生下3胎人子張禮成，而這個時間點剛好是謝霆鋒和王菲復合的第6年，也是謝霆鋒和張柏芝離婚的第6年。有網友爬出2017年，也就是張柏芝懷孕的時間段，有港媒拍到謝霆鋒曾多次偷偷前往張柏芝的住處，深夜才離開，而且兩人船曾一起現身香港養和醫院，舉止親密，絲毫沒有避嫌。當時有媒體追問謝霆鋒為何會頻繁前往張柏芝的住處，謝霆鋒只是回應是為了看望兩個人子，可很多網友都表示不信，看望人子沒必要深夜前往，更沒必要一起去醫院。如今列合張柏芝最新的採訪以及小人子張禮成的正臉照，很多網友都猜測2017年謝霆鋒和張柏芝其實已經暗中復合，甚至偷偷懷上了孩子，而張禮成就是兩人離婚後偷偷生下的第3個人子。除此之外，存有一個細節讓人不得不懷疑，謝賢作為謝霆鋒的父親，對張柏芝一直十分痛愛，甚至在張柏芝生下3胎人子張禮成後，公開表態，只要是柏芝的孩子，那就是我謝賢的孫子。要知道，謝賢向來看重家族血脈，如果張禮成不是謝霆鋒的孩子，謝賢不可能說出這樣的話，更不可能認可這個曾孫。而且有港媒拍到謝賢曾多次私下探望張禮成，給張禮成買禮物，陪張禮成玩耍，舉止十分親昵，眼神裡滿是寵溺，就像對待自己的親曾孫一樣。